日本政府决定要来排放核能的废水，真侪国家拢在抗议。即摆毋但是韩国甲日本的渔民，甚至连美国的渔民也来表达因的烦恼。有国际团体是批评讲，日本政府这个决策是伤害附近国家的利益。有关日本福岛含川废水特别排放海洋，韩国民间团体会在发起国际线上记者会，串联全球 NGO 甲渔民代表共同发表予联合国各有会员国的联合声明，要求停止伫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废水，废水应该放离陆地。Basically, the IAEA has abandoned the interests of Pacific region countries. They've also abandoned the interests of the Japanese fishing community, is that they're not going to consider justification. 包括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拢渔民代表上线重申反对到底意見。即屆嘛有美國漁民出席，反對排放泉水對全球漁業有短期更較長期的衝擊。There's no way to clean up after it's dumped. It's terrible. 台湾的绿色公民行動聯盟嘛，閣一概強調，排放時間有30年這麼長。2021年的調查嘛顯示，台灣有86%民眾表示驚嚇，袂當接受排海。Japan must withdraw such a plan. The release of contaminated water is not a one-off discharge, but rather a program which will have transnational and transgenerational effects. 这份反對全廢水排放的國際聯署書記者會了後，會提交到國際各大組織，包括聯合國、國際海洋組織、東協甲太平洋島國的論壇等等。參加人認為，日本政府應該佇陸地頂頭處理好全廢水，把全廢水排入海洋，並無得到全太平洋國家的同意。記者林桂俊林台北報道。